川河灘地嘅灌木叢之中揾到3隻熊嘅屍體。北海道同東北地區近期多次出現熊蹤。外國官房長官木原稔尋日表示，今年度被熊襲擊死亡人數已經達到破紀錄嘅9人。天氣方面，強烈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，同時一道廣闊雲帶覆蓋華南。喺下晝4點，熱帶低氣壓風神集結喺峴港之東南偏南大約60公里，預料向西南偏西緩慢移動，喺越南中部逐漸消散。預測本港大致多雲，早晚有1-2陣微雨。聽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1度，新界再低1-2度。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，最高氣温大約25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，初時離岸吹強風。展望隨後2-3日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氣温回升。依家氣温22度，相對濕度62%，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。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。